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带来祝福的时刻。我们要来看路得记4章18到22节，就是完结篇咯。先来读今天的金句。耶和华是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诗篇18篇50节。今年到现在，上帝有赐福你吗？我们已经大概过了半年之多。有一个基督徒对另外一个基督徒说，我觉得到现在今年上帝没有赐福我。另外说，怎么说呢？工作没有升迁，薪水没有调涨，结婚遥遥无期，我爷爷还过世了。当天晚上，这个基督徒立刻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非常的真实，过程中他不断发出惊恐的叫声。原来他梦见自己当了主管，却陷入在公司高层的斗争中，他天天担心受怕，也大为感叹，原来长官们他们的真实面目是这样。既然升官，他的薪水当然涨了不少，但是没想到他太劳累了，结果把1/3的钱都花费在看病、针灸、吃中药上面。最后他又梦见自己和心爱的女孩结婚，婚后女孩却什么家事都不想做，只懂得和公婆吵架，还天天刷爆他的卡。这和他原来想象的不一样啊！当他看见妻子大口咬着蛋糕，胖成一颗圆滚滚的人球时，他终于像是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骆驼，在欺凌的呐喊声中惊醒过来。吓死我了！这个基督徒抚着胸口，看着自己健康的身体，又看看床头上他和女孩的合照，不禁松了一口气。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年我们过到现在，上帝有没有照着你的想法来赐福你，或者有没有剥夺你什么呢？如果你细细的数算，就会发现在一切的顺境逆境当中，他终究还是把一些恩典福气加给你。然而比起外面的祝福，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恩典。祝福是外在的给予，恩典却是赐给祝福的那一位神，他亲自作为礼物来送给你。就是这位上帝，他把这样的一个礼物，就是恩典送给你，使你在一切顺遂或者是纷扰之中，始终能够保有平安和喜乐。我们过去在路得记的第1章，我们看到了拿俄米失去了丈夫与儿子，她的人生充满了悲哀与惆怅，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但是最后到了第4章，波阿斯履行赎回的责任，而路得结婚之后，马上就得了一个儿子。拿俄米因为路得得了一个孩子，能够与邻居一同欢乐分享，人生最后有幸福的结局。
是谁使拿俄米人生逆转胜呢？当然是上帝。只要有上帝介入，人生就可以逆转胜。我们看到他过去失去了至亲，在缺乏的纠葛痛苦中，这个拿俄米因为外邦女子路德而能够恢复家庭，传宗接代，延续家门命脉，作为结局的路德记。我们看到真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路德记的故事虽然是从一个家族的问题开始，然而上帝的心意不只是要拯救这个家族，而是要透过这个家族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要回应这个民族的呼求与祷告。如果我们看到这里就结束，其实不是上帝的心意，而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也能够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拯救的计划里面。路德记要让我们看见上帝信实的爱、看顾与弥补的爱。透过波阿斯他实践信实的爱，上帝的信实这样的一个爱就被彰显出来。波阿斯与路德所生的儿子俄贝德的出生就是最好的证据。因为我们看到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求一个王，但是因为没有王，所以他们按照自己所听到的看到的来判断，任意而行。所以这是一个按照自己心意而活的世代。但是上帝仍然爱他的百姓。上帝为了要给以色列百姓真正的王，让俄贝德诞生了，树立了有美好律法精神的大卫王朝，更进一步地赐下救赎人类最伟大的弥赛亚。这个就是上帝信实的爱。上帝信实的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显明。耶稣诞生是为了要拯救堕落的人类，好让人类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再一次苏醒。这就是上帝信实的爱的中心信息。信实的爱是上帝国的原则，也是俄贝德的后裔大卫王朝的治国理念。这也是教会共同这个教会共同体必须要实践出来这个爱的原则。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只有实践信实的爱的教会，才能够与圣灵共同写下上帝在这个世代要改变、要拯救人的历史。耶稣渴望在地上实践上帝国与他信实的爱，所以就透过设立教会，让教会来彰显耶稣基督信实的爱。我们透过路德和波阿斯的生命，我们看见充满仁爱与忠诚，是今天所有基督徒的榜样。我们看到路德的仁爱和忠诚，不只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家族、民族与列邦。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总共有4个外邦女子，有赫人、迦南人、摩押人。他们的祖先原本与上帝的应许毫无相干。他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可以说救恩的历史不是依靠血统，而是上帝信实的爱。上帝不单是赐福叫一个路德的女性，也不是单单赐福路德的家庭，而是要透过路德来兴起王族的家门，也透过他赐福了全人类，让救赎主弥赛亚能够在大卫的体系下诞生。
因为耶稣基督他救赎全人类，从罪和死亡下的挣扎，还有人生所有的痛苦，无论你的生命有苦难、伤心、眼泪、失败，都不要惧怕，因为耶稣他来就是愿意背负你的劳苦重担，他要带领你从苦境中的经历转回，他要成为你的安慰与你的祝福。我们来默想路得记以大卫的家谱作为结尾，你觉得目的何在？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您启示你的话语，透过今天我们所看的家谱，原本看似平淡、平凡、单调的名字，竟然隐藏着上帝你伟大的救恩计划，并且这个计划是与我们有关联性的，让我们也能够走在你赐福的道路上面。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路得、波阿斯和拿俄米的选择，让我们成为蒙你赐福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你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